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化债。以前咱们经常聊这个化地方债，今天聊的是个人化债，化个人的债。这个财新周刊它刊登过一篇报道，叫为个人化债。在当下有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对吧？最普遍的原因还是房价下跌，然后他也不幸在高位买了一套房，这个贷款的、按揭的。更不幸的是，他又失业了，所以他马上就遇到债务问题这个是比较普遍的通常常见的。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做生意。加盟一个奶茶店，加盟一个火锅店，或者做其他生意，创业失败的，债台高筑，让个人这个在债务的泥塘里面越陷越深。那现在呢，对吧？诸如这类的这个情况，还有个体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所以说，这个时候聊聊个人化债，对吧？也是正当其时这个财经网这篇文章他说为个人化债，他举的一个例子是青岛的一个叫吴清的小型服装加工厂的一个负责人。这个吴清他在山东青岛经营一家小型服装厂，20-30人的规模，主要是设计、生产和销售针对年轻女性的服装，生意还算不错的。2019年年底时，他决定追加投资扩张产能，向银行借入30万元个人经营贷。不料很快新冠疫情爆发，服装厂业务急剧下降，资金链开始吃紧。期间，吴清又向服装厂追加50万元个人信用贷款，包括银行消费贷、信用卡套现以及网贷，希望能渡过难关。像吴清这样的创业者或者是这个私营老板，那是非常多的，对吧？遇到这种问题那也很多，最后那是不得不走上破产之路然而疫情之后吴清的服装厂经营状况并未有太大改观，但80万元贷款即将到期，加之此前投入70万元以房抵押贷款、个人工资支付等压力，吴清的服装厂资金越来越转不动。陷入债务困境的吴清频频收到债务中介的电话，各个社交媒体也不断向他推送关于债务优化、债务重整广告，这些多以某某法律咨询或某某管理咨询名义注册的债务中介，有些表示可以代替债务人与金融机构协商债务重组，有些表示可以帮债务人申请低息银行贷款以置换高息网贷，有些承诺可以帮助债务人协商逾期贷款的催停缓催，有些甚至声称网贷、信用卡和银行贷款可以谈到本金打6折。还有一些债务中介帮助债务人债务重整的模式是提供高息垫资，从中收取10%到20%的砍头息。这些打着个人债务重整旗号的债务中介近2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尽管一些中介帮助缓解了部分个人债务问题，但这个领域在无序发展中也混入非法代理维权、黑灰产甚至欺诈行为。不容忽视的是，债务中介泛滥的背后折射出来的类似吴清这样个人债务清理需求，且在快速增加。近2年，一些人面临着收入下降、财务状况恶化的窘境。前几年大量借贷扩张的人群极易在当下陷入个人债务困境。通常可分为2种情况，一种是个人贷款支出超出自身偿还能力所致，另一种是个人作为商业主体经营不善所致，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高杠杆，对吧？你买房，你首付15%，杠杆很高要么就是经营不善，对吧？作为个体经营户或者是个体企业老板看错了形势，有的甚至账面利润还是不错的，表面上看很风光很赚钱，但是他陷入了这个叫什么应收账款这个困局上家给不了他钱，越压越多，但是他又是有利润的，所以他舍不得这个业务所以他又去银行贷款，想办法七大姑八大姨借钱，接着维持生产，给人家这个应收账款越来越多，账面利润也是越来越多，但可惜这件对吧？有人给他画的饼看得到吃不到，那饼还越来越大，最后直到把他自己拖垮。个人债务重组概念正在越来越多被提及。一位国有大行分支机构负责零售业务的人告诉财新，他说债务重组是银行对公信贷领域的概念，包括调整贷款利率、期限和还款周期，但零售贷款中没有这一说法。零售贷款逾期后，该催收的催收，该保全的保全。不过这2年一些银行的零售贷款领域，尤其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和个人经营贷款，也开始出现风险缓释措施，允许展
短期重组，甚至借新还旧。在这里，我个人认为啊，就像我在前面有节目里面说过了，这个房地产暴雷以后，楼市低迷，本来大家都这个防的是啊，就是叫系统性金融风险啊，都担心啊，从这个房企。因为房企暴雷了，然后债务传导到银行，导致银行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大家防的都是这个。结果谁也没想到，这个人按揭贷款这个风险啊，反而先来到，对吧？先冲击银行，因为个人按揭贷款在过去啊，那是银行最优质的资产，就没想到过这玩意儿。因为中国的人呢，老百姓啊都比较朴素，就绝大部分啊，就是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也不能叫失信，也不能违约啊。再缺钱，银行那个按揭贷款一到期马上就得还，对吧？凑够了还这个，所以它是最优质的资产。结果啊，现在已经不行了，不到万不得已啊，韭菜是不会违约的。那韭菜现在违约呢，确实是不行了，过不了这个。所以说啊，谁也没想到个人按揭贷款，对吧？个人的这种就是零售业务，居然对银行的冲击来了。这里面最主要原因啊，我个人分析啊，是那个房企啊，作为机构，作为企业，它好打交道，因为房企特别愿意配合银行，你只要给他展期，对吧？你只要不催他，那什么条件都能答应，对吧？比如说先付点利息，把个银行贷款展期3年、5年，那个机构是愿意的啊，这个房企业更愿意，银行也愿意跟他们谈。但是作为按揭贷款零售业务，这个个人呢，他一旦还不起的时候，他很容易走极端，就是不太好谈。一个人他一旦决定放弃的时候，对吧？这个按揭贷款的我不还了，我实在还不了，所以你给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你说我能容2年以后你再还，你现在每个月还利息，但是这个个人他认为我这房子一共就值50万了，我这贷款还有80万没还呢，现在又失业了，所以你说你让我再过2年还，我也不想还，我房子不想要了，给银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这个作为房企，他一定会配合的。那房企他就不会这么想，房企他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好死不如赖活，以拖代变啊。这个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说个人陷入债务困境之后的债务重组，在消费信贷发达的欧美经济体早已不是新鲜事。这些国家已在过去的70-80年中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个人破产和债务重整法律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法律框架之外，也已形成一些较为常用的个人债务清理和重整的路径。当然了，这个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还真是跟美西方啊不太一样。这个美西方真有个人破产法，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是什么？人死债不空啊。对吧？就是死了，你的遗产也得先去还债，还完了债多余的部分，那才是遗产，对吧？再给这个继承人去分。债台高筑的人们，2024年刚刚年满30的李刚，2年前手头还有工作积攒下的5-6万元积蓄，对负债的含义还缺乏概念。2022年有所在的公司看起来势头良好，他在公司创始人鼓动下参与投资了公司运营一个项目，为此在几个网络平台欠下总额30多万元的信用贷款。但他没有想到的是，2023年年中以来，公司运营状况急转直下，濒临破产。创始人失联，借债投资仅1年有余的李刚，发现自己不仅要面对工资减半和大概率失业的现实，还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收入下降，难以覆盖每月还债压力的他，不得不走上以贷养贷的危险之路。债务随时可能爆雷，甚至计划出国务工偿还债务。对，他这个债一定是越滚越多啊！近2年来，像李刚这样陷入债务困境的80后、90后不少。在几年前，各类消费贷营销无孔不入，手机上点击几下就能借钱的时代，他们轻轻松松就背负上了几万、几十万元的债务。然而，高估了自己收入和偿债能力们的他们，近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些群体偿债能力开始下降，再加上一些人股票亏损、投资失败，陷入个人债务困境的不在少数。还有一类困难群体是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42岁的付鹏目前在合肥经营一家餐饮店，月入1.5万到2.5万元不等，但总负债400万元，包括以房产抵押给银行的130万元贷款、美团生意贷、网商贷等多笔网络平台的50多万元贷款，多家银行信用卡共计约30万元贷款，以及100多万元的私人借款。近2年餐饮店生意不温不火，加上合伙人之间意见分歧等原因，每月近6万元的还款额让付鹏难以喘息。一个月还款要6万，合着他一个月收入才2万5，你这窟窿不是越来越大吗？个人债务困境也体现在各家银行不断攀升的个人贷款不良率。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介绍过啊，你看看现在这个各大银行信用卡这个不良率也在上升。一般而言，
年，银行个人贷款主要包括个人住房贷款、个人经营贷款、信用卡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住房贷款和经营贷那是有抵押贷款，这个信用卡还消费贷那属于信用类贷款，就是那个没有抵押。哎，那他把你资料审核一下，他就给你一个5万的额度，或者是10万的额度，多的50万的额度，这个钱给你花，没有抵押的。买房子不一样，对吧？你把房子押给银行了。经营贷也不一样，经营贷是你也得有抵押，一般也是房子。从上市银行公布数据来看，不管是国有大行还是股份制银行，个贷不良率均处于上升趋势。所以现在各大银行啊，对这个不良贷款就是个人的，他也是采取的方式就是不良资产转让给第三方，第三方拿这个资产再去催收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处理思路。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谈这个人化债。我记得以前节目也介绍过，今天啊正好就是财经网这篇文章，咱们再聊一聊个人化债。因为现在的环境不一样了，没有办法。首先我当然了，在咱们这4年来一直都是劝不要创业，对吧？把你那点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现金存公行，那是你以后啊这个骄傲的资本，对吧？东山再起的资本，对吧？那个能保证你看到曙光，坚持到天亮。当然了，还有人不信这个邪，对吧？这个社会总有人不信邪觉得我就要去投资，我就要炒股，我就要去干这干那个，不也赚钱了吗？这个总是记吃不记打，对吧？他看到的都是成功的那个人，他看不到成功那个人背后99个倒下的那个人，是不是？大家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嘛，就容易被成功的那个人吸引，然后就忽视了他背后，对吧？一片倒下的，所以他也决定加入，变成那个倒下的那个人。他本来是想变成成功那个人，对吧？所以他就加盟奶茶店、火锅店、餐饮店、水果店各种创业，最后终于对吧？这就有那么1、2个肯定能成功的，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债台高筑。所以我们从源头说起做我们个体，是吧？尽量不要参与这样的所谓的创业。这2年行情不好，什么东西都在缩水，资产都在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把钱一拿出来变成资产，它本身就在贬值，完了你还让它升值，就相当于你要对抗好几份阻力这个经济好的时候是资产在升值，你把钱拿出来变成资产，它本身就在升值，再加上你随便对吧荒种荒收，你就瞎经营，你发现我这1年收入还可以比打工强多了。它就这么个情况，对吧？你以为是你的这个辛勤劳动所得，其实不是，是资产在涨价。所以你现在资产在缩水、在贬值的时候，你去创业，它本身压力就大。所以首选坚决不要创业。但是有人他已经上了这条路了，创业了，我倒是建议首先看你投入多少，陷入多深，目前什么情况，能停赶紧停，止损非常重要。如果你要不止损的话，你就这么往下停，那也有可能就是越陷越深。止损是什么意思？止损就是我损失就到这儿了，我后面还可以从头再来。比如说你要加盟了一个水果店，你要加盟了一个什么奶茶店，现在不赚钱，已经投了40万了，你最好的办法就把它转让出去，你看你能损失多少？损失20万转让，对吧？损失30万转让。就举这样的例子你这叫单断则断。不良资产个人来说尽量的止血，就是很多人他舍不得止血，那只能是越流越多，也越拖越苦。但是有的人已经已经拖垮了，对吧？他债台已经高筑了，他没办法再从头再这个去后悔，说什么都晚了。那这个时候一定不要乱。什么意思呢？对吧？就是所有这什么债务重整帮你化债的中介，一概不要理他，因为他是要赚你钱的。他就是那个在你临死之前卖给你3株口服液的，对吧？既然这个医院看不好你，为什么不试一试3株口服液呢？不就来这一套？他是想从你这儿拿走最后一个铜板，让你对吧越陷越深。这个时候既然你有那个创业的勇气，有那个底气，我想你应该有那种跟银行去谈的这个勇气和能力，对吧？你就要跟银行去主动谈怎么去化债，自己跟银行去谈，没有中间商。你谈得好银行能给这个中介的政策同样只能给你，对吧？也就是说你既然有创业那种勇气对吧，那个魄力，那你就应该有跟银行去谈的这个魄力，对吧？这个成本是最低的，怎么样跟银行去谈？还有人说了，哎呀，我已经上当了，对吧？把银行的贷款变成什么网络平台的那个什么小贷平台APP 那些贷款平台的那些贷款了。那么我恭喜你你如果你欠的是这些小贷公司的这种贷款平台的钱，你自己看一看，你就干脆就违约就算了，对吧？让他告你去吧，对吧？你名下也没财产了，你的房子也押给银行了，所有的高利贷全部直接违约，根本就不还。你不要说利息，本金都不还，就让他去告你，你已经到这一步了。你这个时候不要再
再去说往里，你那个是个无底洞，你那个叫什么吞噬效应，你多少钱都能垫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叫单断则断。这个高利贷他不仁，你也不义。我说的是对那些网贷平台，你要欠这个银行的钱，我告诉你这比较难办。好，如果你这个钱被银行你这个资产被银行卖给这个第三方公司去了，你怎么判断呢？对吧？有的人不知道，因为这第三方公司催收的时候打电话都说，我是什么银行的，你是不是欠这个银行多少钱，对吧？现在我来催收，实际上他这个债已经转移到那个第三方公司去了，这个银行已经走人了把你你欠银行100万，银行以1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人家了，把你这个资产1万块钱卖给人家第三方公司去了。当然这个他是打包卖的把这好几千个像你这样的人，或者好几万个像你这样的人打包卖给别人了。好了，你怎么判断你被银行卖了呢？对吧？你想办法试探一下，对吧？给他还个100块或者多少钱，或者还款账号，就是你得想办法，你要了解你是不是被卖掉了。如果是被卖掉了，那你就不要还。你不还，他拿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就是第三方公司这第三方公司本来就是来占便宜的，对吧？那银行他把1个亿的这种不良资产卖给这个第三方公司，就卖100万或者200万。那第三方公司拿着1个亿的资产，他就向你这样的人要钱，他能从你这骗个10%的回来就够了，对吧？你1个亿的欠债他能要回来100万，他就保本对吧？要回来200万，他赚100万。如果算上人工工资，他要300万，他就发财了。他说这种路数，你不给他，他也无所谓。所以你要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第三方公司，你个债被人买走了，好，那你就坚决不给，爱说啥说啥，没有办法。那最后一条救赎之路呢，那就是等着个人破产法吧，你就耗到个人破产法出来，你就申请个人破产，对吧？你申请了个人破产就一了百了，然后重新做人。当然了，个人破产法不是说2年3年能出来的，恐怕要很长时间。你看我这个建议个人化债是层层递进的，对吧？你首先尽量不要背债，这个是不能加杠杆。但是有的人已经走上这条路，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对吧，得看你处在什么阶段。记住了，如果你是欠银行的，那就很麻烦一点。如果是欠第三方、欠小贷平台，对吧？高利贷平台、贷款平台，欠什么这个不良资产，人家把你买过去了，这些钱你就可以说不好听叫赖，我就不给了，告吧。一个道理因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小贷公司这样的这个第三方公司，他也没办法去告。法院也不给他立案，太多了，怎么立案？完了，你是民事诉讼，对吧？民事纠纷又不涉及国家金融机构，谁管你法院也不管，就立案都难就多了就往后越来越多那立案都立不了。大家记住了我跟这样的公司打过交道，我知道他们的思路。有人就通过在法院找关系去立案，一次立个1000个。他立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开庭审理，他跟法院都沟通了，都串通好了，把这案子一立完了之后，主要是调解。他立案的目的是为了吓唬这些个人债务暴雷的人。你看看，法院找你了，我告你，你肯定输，到时候对吧？各种恐吓。有的人一接到那个法院的传票，手都软了，再也不犟了，不嘴硬了。然后人家说，那我们和解吧，对吧？你这个你能给多少？拿这个立案这个来吓唬你。如果你要不搭理他，我告诉你他会撤案。那法院没办法帮他开庭审理，太多了。所以说这里面猫腻以很多人的善良你理解不了，你就听话就行，对吧？你就创业本来就是嘴犟，不听劝，已经吃亏了。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如果你收到法院传票，对吧？只要不是银行起诉你的，是什么第三方公司、小贷公司，是什么对吧？360什么科技，好，你就立马先叫管辖权异议给他交过去。人家一看，算了吧，你这欠这点钱，我还搞个律师给你慢慢来，法院还真的审，他就不干了。很有可能就撤案。所以你要记住了这个银行是国家金融机构，这个不一样。但是什么小贷公司这些第三方，那他跟你是平等的，对吧？你们都是这个叫平等的民事主体，那叫民事纠纷，对吧？法院也不向着谁。但是国家金融机构就不一样了，对吧？这个涉及了什么金融风险，对吧？金融系统的稳定，这玩意儿一上升高度，你们俩人这个地位就不一样了。说到化债我们再看看这个国家化债，对吧？更神奇的化债，这2天这个我看网上都在传，这个伊朗开始化债了。这个伊朗化债的方式很简单说把那个货币面值后面4个零给抹掉。这个很厉害啥意思就是比如说多少万元，把那万字去掉，比如说3000万，把那万字去掉就是3000块。你说这叫啥事比如说1万块钱，现在直接就是1块钱，把万字就去掉了，这是什么神奇的方案？这个伊朗也是叫命运多舛，是不是？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自找的。
他被这个国际制裁，对吧？被美国制裁啊，这次联合国好像又要制裁他，恢复制裁，不叫又要制，叫恢复制裁。每年通货膨胀超过35%，去年是超过45%。现在伊朗货币叫里亚尔，已经跌到了1美元兑换115万里亚尔。说由于这个伊朗人现在啊，这个每天花在看数后面0这个上面费太多功夫了，太耗精力了。所以干脆把后面4个0给去掉。然后这个一位反对这个做法的啊，伊朗的议员，他语重心长的说啊，一个国家货币的声誉不能靠抹掉4个0来恢复，太神奇了。后来我一看啊，原来把后面抹掉几个0不是伊朗的独创，这早就有了。今年8月份，叙利亚就已经抹掉2个0。上个世纪90年代，好像93年还是90几年，俄罗斯对吧？就是苏联刚解体以后啊，俄罗斯好像就抹掉几个0，抹掉2个0。你说你在银行辛辛苦苦存了啊100万，或者直接告诉你变成100了，这个打击还是有点大啊。但是要挺住啊，因为抹掉2个0、4个0根本就不算多啊。因为津巴布韦抹掉12个0，我感觉他那个0的一张这个纸币上面都画不下了吧？他抹掉12个0，这还不算多的。委内瑞拉抹掉过14个0，所以说我们老说烧一股对吧，喜欢在后面加1个0，加20，原来他们都有这个爱好对吧？加1个0，抹掉1个0，加2 0，抹掉2个0都无所谓啊，没有任何障碍啊，没有任何的这个麻烦。所以我又想起了这个俄罗斯罚这个谷歌后面35个0，你要这么一看，发现就合理了对吧？他们好像对这个后面加个0对吧？加几个0无所谓，没概念啊，一抹掉14个0，一加35个0，这个所以就大家就能想得通了对吧？你当时以为这个俄罗斯罚谷歌后面35个0，以为是开玩笑，你现在发现他原来不是开玩笑，人家对后面的0就是随意处置。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个共同点，对吧？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叙利亚，还是津巴布韦，还是委内瑞拉，还是伊朗，对吧？把这个国家名字组合到一起，你就发现一些共同点。这其中很多国家曾经非常富裕，这些国家都有丰富的石油，都有能源，对吧？这些国家本来可以躺着赢、躺赚，你卖石油就够了。那阿拉伯不就是沙特卖石油，这中东土豪，对吧？卡塔尔卖石油也是中东土豪，本来啊他们都是可以当土豪的，甚至那个委内瑞拉本来就是土豪，对吧？我记得委内瑞拉以前是南美洲好像是 GDP 排第1啊，人均 GDP 吧排第1，对吧？现在是倒数第1，为什么呢？对吧？你看看俄罗斯曾经的是吧，是世界超级大国，一度是什么军事排第2，当然了，他说第2的前提是没有第1啊，他说第2就他理解的就是没有人好意思说第1，结果你看对吧？这些国家有共同特征，还有其他特征，权力不受监督，恣意妄为，对吧？你看伊朗搞了个叫政教合一，神权至上。他们国民卫队对吧？国防军之外还有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你说这叫什么事？把一个国家搞到这样，要靠把后面4个0给抹掉，这来化债啊！当然有人就说了啊，如果它物价也的同比下降，那也无所谓是吧？但事实上不是啊，那物价很难同比下降，那所以说伊朗的老百姓就爽了，日子就更难了。你物价说后面抹掉4个0很难，对吧？如果抹掉3个0，那你就完了。我看有网友就说了啊，这胡锡进老师的老朋友都怎么了？不知道胡锡进老师看到这样的新闻会作何感想？抹掉4个0。胡锡进老师那退休金要抹掉4个0，他还能那么轻松吗？对吧？2万的退休金就变成2块，对吧？胡锡进老师一看老朋友的这些下场，估计也是不知道受不受警醒啊，有没有一些感触？但是不要紧，自由大儒来辩经，对吧？你抹掉4个0，抹掉8个0都不要紧的，自然有人会叫好，对吧？就是好，恰到好处，多抹1个0，少抹1个0都不行，对吧？就是4个0好。大家看一段视频啊。我们在看非洲问题的时候，往往真的就是有很多的误解。粮食在当地有没有一个陷入很大的危机？我们这也有，就是类似中国有那句话嘛，说那个民以食为天。非洲的很多农村什么的，他吃的要比大城市，比如说纽约什么的要吃的好，有说的是要吃的好，要吃的饱，这个一点都没有夸张。我是去过全世界各个大城市，或者不管是大国家什么的，他吃的比如说美国啊什么的，他吃的是垃圾食品，他说他吃的好，对吧？都是垃圾食品。我们这里就是纯天然的。所以为什么说非洲人体力很棒呢？不管是运动，世界运动各个方面，为什么他体质好呢？比如说非洲大陆所有的那个饮食的量，比如说像水果类，是全世界最多的水果种类的，就是非洲大陆。那么各个其他的东西都是有，它会进口，对，它会进口不意味着它没有饭吃，或者它没有自己能吃的，它进口它自己没有的东西，很正常。美国也经常进口它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哪里都有，中国也有进口一些东西啊，这哪里都是。但你不能说一指了，然后你看它进口小麦，说明它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也是一个误解，对吧？
也是一个偏见。这个非洲汉学家啊，这不就是非洲的维维老师吗？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好像说的就是说汉语的腐败，这汉语非常腐败，非常邪恶，就是一个好好的人学了汉语啊，十有八九你完了，你这个思维，你这个逻辑啊，十有八九要出问题。你这么一看的话，你发现还说的有道理。你看这个本来非洲朋友多么淳朴啊，结果你看学了汉语，学的还挺好，结果把维维老师这个精髓学了去。说实话，你还真不好驳倒他。你一看发现觉得这还挺有道理啊，你还无法辩解，对吧？你看咱们的媒体天天报道是吧？英国1/4人口挨饿，对吧？法国是多少人口是可能领不到养老金了，对吧？说美国是多少？美国是多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都是官方媒体啊经常报道的，不是开玩笑。就像这个最近是吧？有好多人把那个李明那个小朋友写的字当书法，这些人和那个把江平当苏学家天才少女应该都是一路人吧，对吧？把这个什么西方唯史论、马车，对吧？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大概都是一拨人的，因为他们逻辑、脑回路、智商都差不多，批量制造的。这个黑人他会不会真的是高级黑呢？这也不好说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会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